你係咪每日都食緊大量營養補充品？每個月花一大筆錢，但身體都係覺得攰。其實關鍵在於生物活性吸收率。市面上好多合成維他命，冇咗天然植物嘅協同作用，身體係好難吸收到。辣木 Moringa oleifera 係天然植物，又叫做奇蹟樹。佢入面嘅營養素自帶輔助因子同酶，可以幫身體真正利用到營養。例如辣木入面嘅鐵質同維他命 C 係一齊出現，呢種天然嘅協同效應唔單止增強吸收，仲唔會好似合成鐵補充劑咁引起腸胃不適。你唔需要更多嘅藥丸，你需要嘅係更高營養密度嘅天然食品。